文學作品應該對生命、社會同埋人性有深刻嘅思考，令到我哋人類更加認識自己同埋世界。佢慢慢咁樣走入咗佢嘅夢鄉。唔關我事嘅媽媽，就係因為你。究竟而家係夢定係真實呢？我而家就去。你心急啊！喺該要嚟入森林之前呢，佢曾經聯絡過人類神秘失蹤調查組嘅組長簡崇峰簡教授，佢希望佢能夠帶領佢嘅年輕組員呢一齊入去森林裏邊揾翻佢嘅媽媽戴允蘭嘅。而今日你哋需要扮演嘅角色呢，就係成為人類神秘失蹤調查組嘅年輕組員。呢度裏面係有4篇文章同埋一啲寫作技巧修辭手法，你要先了解呢啲寫作技巧，然後解讀文章，揾出裏面用咗啲咩修辭手法，作出正確嘅配對，就可以過關。呢篇作品嘅名咧就叫《葡萄乾麵包》，佢用咗美同醜做對比，同埋優點同缺點。非常開心啦，因為學到好多中文嘅知識。我最深印象就係創作嗰個劇本嗰個啦，因為我同學咧溝通又多咗咯。重點係重點係我花咗媽媽同女兒嘅佢哋關係。中意人嘅心呼吸咗3年。媽媽，你冷靜啲聽我講啦嚇！我哋將我哋嘅才能，將我哋最喜愛嘅嘢融合埋一齊，我哋創作成為一個新嘅藝術，創作首新嘅歌。好。